命啊！呢度係邊度啊？呢度係死後世界天堂地獄分流站，原來我死咗啦！去排隊啦！你今世係地盤食煙搞到火燭，你要落地獄學下點救火啦！入2號門口等叫名。下一位，你幫我救咗個命不該絕嘅年青有為消防員，減少我工作量。你去天堂好好享受啦！掂啊！我都做過護士啊！你無扶阿婆過馬路喎，又唔使去地獄嘅，去3號等叫名啦。下世要扶好啲啦！你銀行但係數錯錢，搞到公司要賠個客10萬咪，好少稅。3號等叫名，下世計數要計好啲啦，唔係就會死人噶。你上世做錯嘢，今世做護士還債幾好啊！但你做咗3個月就去做保險嘅，啲債未還晒喎，好小事，即係去3號等叫名啦。3號出口究竟係咩地方？哈哈，你上一世咪問過咯，下世要扶好啲啦，下世計數要計好啲啦，唔係就會死人噶。求下你啦，俾我落地獄算啦，地獄鍋就有你份。哈哈哈。